问台湾倒一间妈祖庙伊的分灵足多，互人号做台湾妈祖总本山的称呼咧。啊，救人，来救人哦，来阮救人哦。哦，朝天宫，朝天北宫，港朝天宫。啊，你哪是知？你伊应该知。哦，啊，阮即个拄啊好嘛是拍白沙屯马诶，细说台湾。对。啊，白沙屯马逐当拢爱登去北港朝天宫遐来挂香。是。对。哦，所以讲，咱是北港的朝天宫。哇！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北港朝天宫对唔对？咱台湾妈祖足兴旺的嘛吼，啊，其实咱妈祖伊若要出巡有两种意思，第一个是去看朋友，第二个就是返去家己的后头厝，因为咱全台湾第一间妈祖庙，毋是伫台湾本岛。其实为福建来，伊第一间妈祖庙就是伫马经，所以伫平湖的马经，遐是第一间妈祖，啊，所以到台湾来是上近的距离，就是迄个东石，吼。所以咱港口宫遐就是先有即个妈祖，啊，较一直分灵出去。毋过后来可能就是经营，也是讲所在较偏远，可能伫咧即个北港较请赢较热闹。